大家好，我係梁教練，今日會同大家分享太極氣功18式第2套，幫助大家舒筋活絡、調和氣血。大家喺收睇之前，記住訂閱我嘅頻道，打開埋隔離嘅小鈴鐺，以後有最新嘅教學資訊影片，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啦。第一式，起勢調息，兩腳平開。雙手緩緩提起，張開兩手，畫圓下樽。提手時吸氣，畫圈下樽時呼氣。吸氣，呼氣，吸氣。呼氣。第二式，運轉過天，兩掌合實喺身體前方打圈。提手時吸氣，畫圈下樽時呼氣。吸氣，呼氣。吸氣，呼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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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吸氣。呼氣。第三式，風擺楊柳，踏前左腳，兩手擺動，配合重心，前後轉移。向外擺手時吸氣，向內擺手時呼氣。吸氣，呼氣。換邊，踏前右腳，兩手配合，重心擺動。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。收回。第四式，海底探針，左右換腳做虛步，兩掌沿大腿至腳跟，慢慢腰帶伸起，兩手提起時吸氣。彎腰下擺手時呼氣。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。吸氣，呼氣，收腳按掌。第五式，漁翁撒網，雙膝微微屈曲，兩手做雲手嘅動作，腰帶手轉。向右雲手時吸氣，向左雲手時呼氣。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。呼氣，
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放鬆下岸。第6式仙人指路，兩手打圈，左右腳輪流向後叉步，雙手持劍指向左右環指，兩手打圈時吸氣，雙手環指時呼氣，吸氣叉步，呼氣環指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，放鬆。第7式頑童蹬腿，雙手叉腰，左右腳輪流提膝，向前下方蹬腿。提膝時吸氣，蹬腿及落腳時呼氣，吸，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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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8式仙鶴拜月，兩手張開畫圓，合十於胸前，同時叉步向後。換步時吸氣，叉步下蹲時呼氣，吸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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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呼氣，放鬆下岸。第9式黃龍探掌，兩掌放於胸前，雙膝微蹲向前推掌，兩掌收回時吸氣，下蹲推掌時呼氣，吸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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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呼氣，慢慢按掌放鬆。第10式拉弓射雕，兩手抱掌向上，一掌架天，一掌橫推。抱掌時吸氣，架掌推手時呼氣，吸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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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呼氣。
呼氣，兩手按掌放鬆。第11式雙龍出海，踏出左腳。弓步時，兩手向前擺手；重心後移時，兩手提起。後坐提手時吸氣，弓步彎腰時呼氣。換另一邊，踏出右腳。弓步時，兩手向前擺手；重心後移時，兩手提起。提手時吸氣，彎腰時呼氣。吸氣，呼氣，收腳按掌。第12式碧波盪漾，轉移重心做左右弓步。換邊時，兩手平抹；弓步時向前推掌。兩手平抹時吸氣，弓步推掌時呼氣。平抹吸氣，呼氣推掌。平抹吸氣，呼氣推掌。吸氣，呼氣。吸氣，呼氣。吸氣，呼氣，收腳按掌放鬆。第13式獅子氣球，換步時雙手抱球，弓步踏前，外手架掌，內手前推。換步抱球時吸氣，弓步推掌時呼氣。收腳吸氣，推掌呼氣。換步抱球吸氣，推掌呼氣。抱球吸氣，推掌呼氣。抱球吸氣，推掌呼氣。吸氣抱球，呼氣推掌。放鬆按掌。第14式懷中抱月，兩手張開，向斜上方抱完，轉腰往另一邊，兩手下按微蹲，向上抱完時吸氣，轉腰按掌時呼氣。吸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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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呼氣。
第15式鳳凰展翅，兩手喺身體兩側作上下擺手嘅動作，重心左右腳轉移，提手時吸氣，按手時呼氣，吸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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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呼氣。第16式雙峰貫耳，兩手握拳，上步弓腿時，兩拳由外而內對拳，收步時吸氣，弓步出拳時呼氣，吸氣收拳，呼氣出拳，吸氣，呼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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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兩手放鬆下按。第17式丹田運氣，兩掌喺腹前，順時針作前絲打圈嘅動作，兩掌內收時吸氣，向外推圓時呼氣，吸氣，呼，吸氣。換逆時針方向作前絲打圈嘅動作，呼氣，吸氣，呼，吸，呼，吸，放鬆按掌。第18式按掌平氣，兩手向上張開，雙膝微曲，雙手向下按掌，張開雙手時吸氣，兩掌下按時呼氣，吸氣，呼氣下按，吸氣，呼氣下按，吸氣，呼氣下按，吸氣，呼氣按掌放鬆。最後我哋搓掌收息10秒。希望大家喜歡我今日嘅分享，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、讚好同埋分享俾你身邊有需要嘅朋友。第一次嚟我頻道嘅朋友，記住訂閱我嘅頻道，打開埋隔離嘅小鈴鐺，以後有最新嘅教學資訊影片，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啦。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